多謝主席。其實咧，網站嘅一啲程式咧，好多時有啲外掛或者可能啲機械人嘅程式咧，去喺嗰個 Smart Play 度啦，去平台進行一啲排隊。其實喺呢啲機械人嘅協助之下咧，經常性呢啲炒場黨啊，其實係可以入好多唔同嘅成員嘅一啲資料，預先入到去，等登入嗰一刻咧，其實咧就已經即刻入晒所有資料。咁其實同正常人我哋攞電腦撳，點解成日都撳唔到咧？其實核心原因喺呢一度。我想知道當局咧有冇處理過呢一種類型嘅啲漏洞咧，而家有冇啲諗法或者做法係可以堵塞呢一個咁樣嘅漏洞啊？唔該。局長，係主席，我哋喺個主體答覆嗰度都講過啦，我哋曾經喺2025年年初嘅繁忙時段咧，係攔截咗超過500萬個呢啲懷疑程式登入嘅請求記錄啊。咁其實我哋嘅康文署同埋承辦商咧，亦都不時係檢討緊我哋嘅系統嘅安排，更新一啲嘅設定，係目的咧都係為咗防止呢啲藉用一啲機械人嘅操作方式咧，係到預訂場所嘅。當然啦，喺呢度我哋都要希望咧，就呼籲市民咧，就唔好向呢個炒場嘅人士咧係購買呢啲代訂嘅服務，因為咧其實佢哋嘅 Smart Play 賬戶咧係存有唔少嘅個人資料嘅。用戶咧係唔適宜向其他人透露呢一啲嘅編碼同埋密碼啦。另外，根據我哋 Smart Play 嘅使用條件咧，其實用戶同埋臨時用戶咧都唔可以向其他人透露佢嘅用戶編碼同埋密碼嘅。另外，其實炒場人士亦都有可能唔兌現佢哋嘅買場，或者係提供虛假嘅代訂服務。而事實上，康文署亦都曾經收過市民反映，唔可以成功取得佢所謂代購嘅場地。所以我哋都希望市民係可以積極配合政府啦，盡量唔好使用呢啲非法嘅代賣服務。多謝。